家己溪口在地布袋戏团，还有传统产业等等，争取着补助。今年开始展开推出各种的地方创新的计划，希望会当来带动溪口的产业发展。布袋戏、红仔衫、雕刻、红仔头、舞台布景，这拢是演出布袋戏需要的物件。家己县溪口乡在地布袋戏团，甲农产品企业伫个文化团队，做伙向各花卉争取着补助，要来打造布袋戏的产业。因为咧，即摆工艺已经无少年人想要做啊。咱主要是针对讲画布景、红仔衫的制作，然后雕刻红仔头这三个部分来培育下一代。计划对旧年10月开始。目前做了一个有声书，已经正式的开始贩售。然后它是一个以布袋戏偶作为2个小学生的角色，介绍溪口这个所在的物件。发起这个计划之一，中医局蒋中剧团讲，做布袋戏工艺的人愈来愈少，这嘛影响到布袋戏文化的传承，所以邀请在地产业甲文化团体，伫溪口推出布袋戏工艺的地方创新，要重振这个产业，带动溪口的发展。以某一个产业切入的这样的一个路径，它这样的路径，我觉得它已经慢慢可以有产业化的可能，然后会让地方的乡亲会真正感觉到住在溪口的某一种价值感跟自信。溪口乡公所表示，溪口在地本来就有红仔衫、红仔头，还有画布景的工作室。澳门透过这个地方创新的计划，会当让更加侪人注意到溪口，替溪口的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会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